根据着教育部的校安中心的统计，目前全台湾学生有46个人染病。目前现阶段是停课阶段，线顶教学也正考验老师操作视讯会议的材料，也需要学生来配合。不过有老师认为讲，线顶学习的效果有可能受到影响。打开你的课本，第一句“水光潋滟晴方好”，它在描写的是什么啊？学生拍字回答老师的问题。今仔日要读的是苏东坡的诗。老师哪看进步，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，也哪分享画面，甲上课的重点，甲团功课的所在交代落去。进到线上学习教室，知道了回答1，谢谢。全国停课无停学第2天，老师正做直播主持人，毋但教材爱电子化，也爱克服网络频宽等等的问题。不过，老师认为，远距离教学的学习成果，有时加减会拍折。教育部有讲，这段时间要选学生的出缺勤啦，我们就唔知影讲，哇，即摆我若是找无人，我是要安怎甲伊叫伊来上课？厝诶有2、3兄弟姊妹，当时要上即个视讯教学设备绝对是无够。尤其是伫阮即个较远诶所在、较偏乡诶所在，厝诶若有一只电脑，也是讲有一个平板，就已经足无简单诶啊。对老师念，路口哪好喙。为着解决厝内上课资源有限，有老师先把教材提早录好势，让学生经家己利便的时间来看。教育部表示，到目前为止，各县市平均支援超过17万台的行动装置，也有募集3万张免费的网络卡，希望保障各地方经济弱势学生的受教权。记者阿敏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